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阿 Keep 啊。入開嚟大埔，梗係要嚟埋依間度咖啡店度試下啦。入到嚟嘅第一個感覺咧，就覺得呢度個空間感好大，有2層啦，會穿過佢哋嘅吧台之後咧，去到尾段咧，仲有個樓梯可以上到上層。上層咧空間都唔錯，仲有最尾嘅地方咧，有個落地大玻璃望翻正門咧，更加可以吸取到陽光嘅氣息啊！咁啱咧就見到咧我杯咖啡都到咗啦。比較特別嘅地方咧係佢個杯咧本身已經黐住嚿斜咗雪凍嘅冰咧，咁啊個層次睇落咧都好靚仔。天氣咁悶熱啊，今日就嗌杯 cold brew 嚟試下先。飲落嘅味道咧就有明顯嘅厭氧發酵感覺啦，同埋有啲熟成水果。咁都問下咖啡師同店員呢個咖啡豆資料啦，但係咧有少少失望嘅地方咧就係店員咧來回咗3次咧都係俾錯咗少少資料喎。咁我原來出邊睇到咧有呢隻豆嘅資料嘅喎，係一個厭氧日曬嘅埃塞俄比亞西達摩咖啡豆。咁今日飲住咁多先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